俗语讲得好。过年过节的时阵，彭氏是因兜哦，这个时阵拢会足闹热的哦。因为呢，因兜有一对可爱的女子，因的女子啊，拢会带因的查甫朋友，还有查某朋友转来食饭啦。开讲安尼足欢喜的。这天呢嘛，唔知是安怎，就讲，讲到一半，就弯起来啊。咱即摆来看是到底发生什么代志吼？我看者。哎呦，遮尔济碗啦，安尼无够啦，我去传一个。等某诶，我你过年已经传这，你是让便当捡起来？无啦，唔是啊，我新煮的，佮热喷喷呢。人会讲恁兜散屁屁食到这。敢诶，无我去存，有汤。免啦，遐济啦，即摆是过年都过日较要紧啦，过年有啥物重要？外口饭店叫佢食就好啊，毋那因转来拢转来，无转嘛毋知啊。无啦，家己煮安尼食较健康啦。无够，再去传这家己煮的。来啊，阮倒来啊！这位是，这是我的查某朋友啦。对哦你叫啥物名？你家己甲阮爸阮妈爸讲。爸妈妈你好，叫上紧。哎呀，我有认同啦，我一定会。阿伯阿姆就好啦。阿伯，我叫林宗兴。以后吼阿հիմ伊也嫁互我吼，一定家和万事兴啦。对，特动的啦。刚若报到万事强啊。别啦。来，你先甲坐啊，你先。来，我甲你讲吼，话毋是拢用讲的哈，饭会用黑白食，话是免用黑白讲的。话要分什么阿հիմ啊，什么过好日子，话毋免讲遐早，代志也真歹讲的。主席，卖黑白讲啊！什么代志？主席？青米煮正饭啊！无，你讲拢无来。无。对。你们是要发生什么代志？过年卖讲遮嘿。啥囡仔人袂使安尼黑白来哦。无，那你较早嘛安尼，那你是？无来，我是讲恁。卖讲这啦。啊，毋是讲咧，达波要转来时间都已经搞掉啊，都无准时啊，大家。我转来。徛倒摆转来。徛倒摆转来啊。啊，毋是讲要带你什么女朋友，安尼，这是你助理哦，还是？毋是啦，这毋是我的助理啊，这我较早甲你讲的，我的女朋友雅雅啦。你是食饱才来哦？无啦，啊，要食哦。我来这。安尼我可能应该去传呐，安尼你会食，唔免暗嘛，唔免啦，我食真少啦，我身躯看起来较大，不过我只有胃啊。我徛倒摆心都痒可怜的。安尼较刺激啊，伊技术足好诶。安尼好，来，大家紧。快问我清楚，要去这顿加了啊？哪里？安尼好。你毋是讲你交一个女朋友，啥物？你爱甲带，讲伊搞偌水。佮我摕个我要交味，讲你娶了，因兜偌好个，你会使结婚到20年。你若娶你免20年，你要食倒位啊？等你。无啦，你莫怪伊安尼哦。伊哦，足够做生意的，足够投资的。算命来讲哦，伊会地应赛和红赛，地应红赛。足够投资的呢，趁少侪钱的。你看。就是因为安尼哦，才会食到安尼肥肥的。地印红晒，啊，你是变地印呀？请问，请教者。哎呦，阿伯啊，我甲你讲啊，你无听过一句俗语啦？人讲头大面似红，肚大鸡在旺啦，知无？哎呀，你看我腹肚大天无？哎呦，你拍算边啊？我拍算哦。要甲我所有的钱哦，拢互伊去投资、去兑货，安尼会趁少侪钱。安尼要做伙无？阿伯啊，我甲你讲啦，你都甲钱交互我，哦，你口座内面的钱吼，我甲你变做1倍以上，保证你会用趁少侪钱，哇，搁较大的厝，搁较舒适的厝啦。哇，袂歹呢，是你袂歹安怎？这间个无够大间哦。就舒适的啦。这间乌多摆才开几台入来，你知唔知？无啦，你换一间迄规年人开入来迄间啦。这个小姐，你使叫我过去咯。伤下哦，老伤下哦。毋是你讲甲安尼哦，安尼德国倒菜刀，恁两个安尼一个倒头一个当机，哇，过来佚佗。你讲个什么？
什么钱高啊？你处理，就会当安尼银行迄个口座变加一倍。对妈啊，听袂落啊，听袂落。你你鸟鼠仔回啦，吸金的啦，我知影啦。恁根本就是水牛落屎。来，第二句俗语，请看。你即摆拍算要安怎？我拍算哦，爱甲我所有的钱哦，拢交互伊去投资兑回，会当赚足侪钱的，要做伙无？这安尼咁好，哎，阿伯啊，我甲你讲啦吼，你都甲钱交互我，我保证会互你口座内面所有的钱拢变甲1倍以上，然后你就会用我搁较大间、搁较舒适的厝来住啦。安尼好无？听起来袂歹啊，你袂歹，我听袂落啊。诶，安怎？阮厝徛伫遮，隔壁迄栋嘛阮兜的呢，隔壁迄栋无啦，你爱前后栋拢阮的呢。前后栋搁买啊，一排买几排我啦。听袂落啊，恁两个在一个吹花蕊蕊，一个当机一个倒头，讲紧，哎哟，什么钱哦，你加一倍哦，你叫你鸟鼠仔回啦，吸金的啦，莫来这套啦，啊，两个讲甲安尼喙角全部了，你根本就是老狗长屎，好拍报告咧。来，说老告登来哦，等赛，靠，今仔这真有较困难。这个硬啊，你讲起来，哦，转甲一堆遮大堆了了，什么呀啦，钱够啊，出现啊，第一句叫做水牛落屎，水牛老这赛，是第二句叫做老狗长老屎。高等赛，在这个情形之下，请问，赞成第一句的，这就叫做水牛落屎举手。我举手。你先嘛？我是感觉较多是硬出来演，所以伊的体格小像水牛，所以我是黑白药啦，黑白药啦，黑白药的啦，黑白药啦，你们对对对，啊，水牛嘛，啊，落屎安尼就是，敢无人知，而且伊讲出来的话就是较酸较歹听呢。所以你蛮赞成的对。哎，我马上是，哦你这边不，所以恁三个是意思是老狗长屎，这赞成这句咯。应该是有一句话叫做老狗变袂出新的把戏，所以就叫做老狗长赛是吗？来，我用药。大家拢有我嘛是有。这两句我真正食到这济回，我嘛捌听过。水牛落屎，老狗长屎，老师。水牛落屎是安尼讲啦吼，做鸡做鸟讨食，水牛落屎。你看咱做鸡，鸡仔喙、鸟仔喙，迄喙安那，尖尖幼幼安尼，所以食的物件拢食细项的，毋敢若落屎就落大的，所以变做就亲像讲迄叫三代猎积，一代开空，就是这种意思。你趁遮济，结果你拢互伊投资，可能规个你投资拢互拢拢无去啊！有时人投资若失败，做个牵拖啦吼。像讲人讲不好怨爸母，欠钱怨债主，股票博输就怨政府啦，拢怨东怨西安尼。另外讲到长屎吼，即句较深，因为即句是讲破病足久啊。即句另外甲有关的是老狗记得外长屎，伫讲以前一件代志吼，佮记啊足久安尼啦，足扣分啊。所以若讲照即种投资的行为来讲，应该是水牛落屎这种。无要紧，虽然讲是黑白药的，吼，对毋对？咱无差，咱了解这两句的意思嘛，了解讲台湾这俗语的这趣味的代志啦，吼。来，甲老师拍一波，谢谢。来，多谢。